我想问下，你们这儿车厘子好久熟嘞？5月底吗？要得。以前像他们在路边摆了，但是有的时候就卖不完了之后就只有把这些樱桃全部又倒掉了，就真的很可惜。我们这边就是帮他们把这些水果呀收集起来，通过物流，这样可以卖个好价钱。在澧县说起蒲恩亚，许多果农都会竖起大拇指。公司成立3年多以来，这个看起来纤弱的女子几乎走遍了澧县的山水乡镇，太多的果园里都出现过她的身影，太多的果农都因为她而增加了收入。我们这儿原来种的是玉梅跟小梅，后头就种了甜樱桃过后，当然这个效益就高了噻。为了提高经济效益，让更多果农增加收入，蒲恩亚操心的事儿可真不少。从甜樱桃的种植到采摘，从选果到包装，每一个细节他都要了然于心。你们不要整那些农药那些啊，没有乱倒啊，不要乱打。然后果子长出来记到蔬果啊。我们这边收的吧，也基本上是果径，就是26以上的。今天跟你说的那些要求，你就按这个规则要求来嘛。有啥子困难啊，你就跟我说，嘎。好。今儿啥子价哦？28哦。每逢收购时节，果农们私下里都会把蒲恩亚称为女财神。不过，在蒲恩亚看来，真正让果农们富裕起来的，还是这些年来山里环境的改善。虽然大家看我们这个县城不太大，但是我们这边很早就实现了3通，对我们这个车厘子啊，也是有很大的这个经济的带动啊，所以我们也是赶上了这样一个好的时代。但事情总不是一帆风顺，一个电话让蒲恩亚又操心起来。喂。哦，又有收到烂的说，你把张照片发给我，去我原来我看下是啥子问题的哈。这烂的好，包装不好就。包装问题吧。发现问题必须马上解决。蒲恩亚是一个不愿让问题过夜的人。确认问题出在包装上，蒲恩亚马上开始做起了检测。我想我们结合了嘛。欢迎见面。那么破损你从哪几点来改呢？一个就是包装的改进，包装就暂时定为就是泡沫箱加这个海绵垫，再加冰袋在里面。让蒲恩亚操心的可不仅仅是包装或者运输，他更希望以公司加果农的模式走出一条品牌之路。今天我们走的这个线路就是说精品，然后这个高利润，就是这样，不求量大，量大人太累了，而且我大学毕业在顺丰上班。后来就发现这个，我们老家这边那个时候还没有顺丰点，然后就跟领导商量，我想这边有很多的甜樱桃、车厘子，老家的运不出去，都需要快递把它卖到全国各地的话，这样才能帮着农户帮他们把这些果子，有一个好的销量，有一个好的价钱。然后以前也就觉得，想在家乡做点什么事情，也就刚好有这样的一个自己的工作经验，还有一个就是情怀吧，所以就选择了辞职回家。